2003年憑新聞女王以大熱姿態勇奪3秒視后，亦係史上第一位3奪視后。今年再度參與新聞女王2，飾演文慧心靚姐一角，神級演技教訓後輩嘅一幕，令到網絡引發極大迴響。到底今次阿蛇可唔可以打破紀錄4奪視后呢？今晚阿蛇將會角逐2個獎項，包括最佳女主角以及大灣區最喜愛 TVB 女角色獎。黃宗澤23年奪得大灣區最喜愛 TVB 男主角，成為大灣區視帝。今年參演台慶重頭劇《新聞女王2》，飾演 Kingston 一角。陳放太病重，竟然發動奪權，全程戚眉冷笑嘅戰爭嗰個模樣啊，係令到觀眾咧嗌非常之肉緊啊！咁啊畫面中咧，佢不但係靈同情深，更加係句有骨啊！今年Bosco 係2項提名入10強啊，包括有最佳男主角以及係大灣區最喜愛 TVB 男角色獎㗎。頭先我哋就講到啦，阿蛇咧其實已經係3度奪得女主角呢個嘅獎項㗎啦。咁啊，究竟佢今晚會唔會可以再係一成再兼打破自己嘅紀錄咧？咁啊，真係要問下佢先知啦。Hello， 兩位你哋好，踏前一步先啊，麻煩。Hello， 兩位。係阿蛇啊，我哋頭先都好關心啦，唔知道咧你今晚又有啲咩嘅諗法啦？因為你已經係3度攞到女主角呢個獎啦。今晚有冇信心再攞埋多一個去打破自己嘅紀錄咧？其實都真係冇咩諗法，咁當係參加一個 party 啦，又同翻劇集裏面嘅好多演員可以見面啦，其實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啦。咁Bosco 啦，你有冇信心同阿蛇一齊去攞呢個視帝視后嘅獎項先？我覺得阿蛇攞就攞緊㗎啦，即係喺我心目中啦，當然即係唔知最後投票結果。我都覺得你係攞緊。多謝。咁但係如果有咁嘅榮幸可以一齊攞緊，就開心啦。但係我講真，我冇諗過，我冇諗過係究竟個結果係點樣。我都係好似阿蛇咁嚟同大家開一個 party 咯。係，但如果真係攞獎的話，你會唔會用 Kingston 嗰個口吻上台講？我唔知，我冇諗過廣告啊！我即係咪要面面地嗰啲係咪啊？我唔敢諗啊，因為係咪？但係你好犀利，你知唔知咧？之前有好多同你合作過嘅演員咧，都拍片係幫你拉票。係，我要多謝呢班前輩啦，係啊，兄弟姊妹啦，好朋友啦，個即係。你會唔會嬲我啊？我冇幫你拉票。唔會。因為我覺得你贏硬，多謝，唔需要拉，多謝，咪祝你成功啊！係啊，當然你都要多謝阿姐添，阿姐有份拍。係啊，我知阿姐啊、John 哥啊、三哥啊，即係太多，多謝唔晒，即係好多謝佢哋咁錫我咯。係咁阿蛇啦，其實現場啦有好多你嘅粉絲啦，哇！佢哋一早咧就嚟到霸位啦，去支持你啊！有冇都啲咩説話同一班好支持你嘅粉絲講咁樣咧？好愛你哋啊！辛苦晒，你哋咁早就過嚟，辛苦晒。你哋想唔想阿蛇第4度攞視后啊？好嗱，阿蛇講完當然到 Bosco， 你睇你幾多粉絲？我都要多謝我嘅粉絲們啦，黃家軍啦，即係嗰日聖誕節仲要喺度旺角街頭幫我拉票啦，好多謝辛苦大家，亦都多謝投我票啦 ，thank you。係。I love you too。哇，好啊，咁啊希望兩位今晚都得到好成績，滿載而歸啦，好唔好啊？好 ，thank you。OK， thank you 兩位 ，thank you，enjoy。Thank you。